35題啦，咁佢講明呢個 vertex 嘅 y coordinate，咁基本上呢啲題目呢都係 completing the square 㗎啦。completing the square 嘅重點第一就係呢，你要錯得到，即係我哋條公式就係 寫錯，我哋條公式呢就係 x 二次減 2ax 加 a 二次就可以變做 x 減 a 嘅二次，或者如果 x 二次加 2ax 加 a 二次就可以變做 x 加 a 嘅二次。咁所以一開始呢，我哋會抽個3出嚟先嘅，因為我哋要錯到 x 二次啊嘛。然之後我哋就可以諗啦，咁入邊要加個咩數呢？ x 二次減 2ax， 今次係減 2x 喎，即係 a 係1咯。咁所以加翻1嘅二次，你將呢個2除2再2次就得㗎啦。加1二次呢要減翻1二次嘅，最尾出邊加翻 k。咁呢3嚿嘢呢，可以 factorize 做 x 減 a， 即係今次 a 係1 x 減1嘅二次。咁然之後呢，拆翻開個中括弧，咁你就會睇到減3加 k。換句話嚟講呢，個減3加 k 就係個 vertex 嘅 y coordinate 啦。佢話俾你聽個 y coordinate係7，咁你就會 solve 到個 k 呢應該係7加3，即係10啦。